春夜宴道理原是李白作，蔡连真朗读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而后生欲望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游矣也。况阳春调我于言景，大快加我于文章。会道理之宏远，是天伦之乐事。君贵遵守，皆为惠廉。我人应歌独参狂乐，忧伤未已，歌谈专称。开庆筵以造花，非无相离罪绝。不有佳作，何心雅怀？如是不行，发于经国九所。春夜宴道理原是李白作，蔡连真朗读。